大家好，我係 Florence。呢一集繼續同大家講鬱金香狂熱嘅故事。大家都聽過，當經濟泡沫爆破嘅時候，就會有好多人因為輸咗身家而要破產。有歷史學家研究指出，喺鬱金香狂熱裏面，冇證據證明有一個人直接因為鬱金香價格暴跌而要破產嘅。歷史學家仲話，鬱金香狂熱只係一個狂歡派對。咁究竟當時發生咗咩事呢？喺講專家分析之前呢，我哋先講兩個故仔。第一個係有關黑色鬱金香嘅傳說。正係鬱金香狂熱嘅時候，哈勒姆市嘅花商聯合會聽到喺海牙一個鞋匠成功咁樣培育咗一棵黑色鬱金香，佢哋就決定去海牙買嗰棵黑色鬱金香。去到鞋匠嘅鋪頭，經過一輪討價還價之後，鞋匠同意以1500荷蘭盾將棵黑色鬱金香賣俾佢哋，仲俾埋個花球徑佢哋添。但係個鞋匠嚇一跳嘅就係，當嗰啲花商會員離開咗佢嘅鋪頭之後，就將個黑色鬱金香掟落地下，仲踩爛佢添。跟住同佢講，白痴，我哋都有一棵黑色鬱金香，你唔會再咁好彩噶啦。如果你想同我買嘅話，就俾10000荷蘭盾啊！嗰班花商會員認為自己嗰棵黑色鬱金香而家已經係唯一一朵，係獨一無二，所以係無價寶。個鞋匠覺得自己非常之不幸，俾人呃走咗咁珍貴嘅財產。喺嗰晚，佢就上吊自殺死咗。喺1850年，法國有一位小說作家出咗呢一本書《黑色鬱金香》，佢嘅故事大概就喺呢一個荷蘭傳說嗰度構思而嚟嘅。第二個故事就同呢一幅名叫《鬱金香的蠢事》嘅畫有關。呢一幅畫係由一個法國嘅畫家喺1882年所畫嘅。佢嘅第一個收藏家係 J.P. Morgan 嘅堂阿哥 Charles Morgan 嘅老婆 Mary Jane Morgan。Mary Jane Morgan 認為呢一幅畫代表咗捍衛美麗嘅意思。喺佢死咗之後嘅一年，1886年，呢一幅畫攞出嚟拍賣，當時係以$6000成交。其實呢一幅畫係描述咗喺鬱金香狂熱時代嘅一個故事。喺荷蘭哈勒姆市一個教堂嘅附近，有一班士兵正喺個花園嗰度踩爛啲鬱金香。佢哋想減少鬱金香嘅產量，造成供不應求，令到鬱金香嘅價格不斷上升。畫嘅右手面就企住一位貴族。佢一隻手係拿住把劍，腳下面有一盤佢最中意嘅鬱金香。佢係喺度保護緊嗰棵佢最中意嘅鬱金香，唔好俾啲士兵踩爛。大家已經聽咗4個鬱金香嘅故事。第一個係水手食咗個鬱金香，第二個係英國嘅遊客切咗個鬱金香，第三個係黑色鬱金香，同第4個捍衛鬱金香嘅故事。你相唔相信呢啲故事係真嘅呢？如果你係當時嘅荷蘭人，會唔會俾呢啲故事呃到呢？歷史學家話冇證據顯示曾經發生過呢啲事，全部都係虛構出嚟，呃當時嘅荷蘭人。市面上有咁多又特別又靚嘅鬱金香，就好似呢一棵
海軍上將君士坦丁堡咁樣。據說當時只有2棵屬於絕世嘅珍品，佢唔單止有火紅色，仲有金色、綠色同埋栗子色。鑑賞家認為佢有一種野性嘅魅力。咁樣一棵純黑色嘅鬱金香，又點會係最貴嘅呢？點會值1萬荷蘭盾咁多啊？而家入正題啦，講鬱金香嘅交易。鬱金香嘅現貨交易係由2月到6月，而花球徑嘅交易就由6月到9月。跟住9月之後，農民就開始沽期貨合約。期貨嘅買賣一係喺交易所進行，一係喺酒吧或者旅館進行，因為嗰度有公證人幫買賣雙方去定交易價格，亦都幫佢哋制定期貨合約。任何人只需要俾唔多過3荷蘭盾就可以入去做買賣交易。有人話帶住10荷蘭盾入去，食咗個豐富嘅餐，飲咗杯酒，出嚟嘅時候個袋仲多咗錢添，開心到不得了啊！好肯定嘅係呢一啲冬天嘅聚會帶旺咗當時嘅荷蘭經濟。據說一張期貨合約一日最多可以轉手10次。根據歷史學家講，佢揾到嘅記載最多係一日轉手唔超過5次。當時嘅買賣係咁嘅，農民沽一張期貨，買家只係需要俾1成嘅訂金。如果農民嗰張期貨係價值100荷蘭盾嘅話，咁買家只係需要俾10荷蘭盾做訂金。如果買家真係想買鬱金香嘅話，佢就等到2月到期嘅時候，俾埋嗰90荷蘭盾，同時農民都交貨，咁交易就完成啦。但係絕大多數嘅期貨買家都唔係想買鬱金香，佢哋只係想賺快錢。如果揾到有買家出更高嘅價錢，佢哋就即刻沽咗張期貨合約噶啦。用翻之前嘅例子，個買家以100荷蘭盾喺個農夫嗰度買翻嚟，而家佢以150荷蘭盾沽咗俾個新買家。第一個買家就喺個新買家嗰度賺咗50荷蘭盾，而個第二個買家又揾到一個出200荷蘭盾去買佢張期貨合約，咁第二個買家又喺新買家嗰度賺咗50荷蘭盾。如果第二個買家又揾到個新買家出250荷蘭盾去買佢張期貨嘅話，第二個買家又會賺到50荷蘭盾。就係咁樣，鬱金香嘅價格就炒咗上去。荷蘭人叫期貨交易做瘋嘅交易，因為冇實貨交收，只係喺度交易緊張紙。喺嗰個時代，已經有放貸嘅人提供孖展嘅服務，買家唔單止可以借錢買期貨合約，佢哋仲可以借錢嚟買好多張期貨合約。舉一個例，個買家揾到2張期貨合約，每一張只需要俾50荷蘭盾就可以成交，但係佢只有20荷蘭盾，佢覺得好抵，佢想買晒2張，咁就去借孖展，每一張佢只係俾10荷蘭盾，其他嘅40荷蘭盾就借孖展啦，總共就借咗80荷蘭盾。跟住就吸引到啲低下階層勞動嘅工人嚟一齊趁熱鬧。佢哋買唔起特別品種價錢昂貴嘅鬱金香，咁只可以買啲平價嘅鬱金香。自第一間交易所由1602年成立開始，荷蘭就嚴格禁止沽空嘅活動。如果沽空嘅交易出現咗問題，
任何人都唔可以提出起訴，所以唔會有人冇鬱金香就去沽期貨合約。喺當時謠言滿天飛嘅時代，不停有人講鬱金香供不應求，仲間唔中有傻瓜切咗個鬱金香，踩爛啲鬱金香，再加上市場又唔俾沽空，咁鬱金香嘅期貨價格好容易就炒咗上去。當時仲有兩個好特別嘅原因，令到荷蘭人瘋狂嘅。第一個就係喺1630年初，意大利嘅北部爆發流行病，令到有好多人死亡。而喺1635年，荷蘭嘅部分城市同樣都爆發瘟疫，亦都有好多人死亡。有好多年輕人繼承咗遺產，就攞住嗰啲錢去炒賣鬱金香期貨，導致到1636年嘅鬱金香價格上升得特別快。第二個原因就係周面嘅歐洲國家，法國啊、德國啊、瑞典等等呢啲國家喺度打緊仗，造成白銀短缺，但係佢哋同時又喺度鑄造更多嘅貨幣，尤其係瑞典、法國同英國，製造通貨膨脹，而嗰啲貨幣亦都流入咗去荷蘭，令到荷蘭嘅貨物價格飆升，同樣出現通脹問題。喺咁嘅環境下，荷蘭人就認為鬱金香嘅價格係只會升唔會跌。有啲人仲喺度懷疑，究竟荷蘭有冇窮人㗎？好啦，到咗1637年2月中，冇一個人願意出高價去買鬱金香。當泡沫爆破嘅時候，鬱金香價格暴跌。好多揸住期貨合約嘅人開始意識到，自己將期貨合約裏面嘅價格遠遠超過實際嘅鬱金香價格。佢哋本來就唔想買鬱金香，只係想賺快錢。而家鬱金香嘅價錢暴跌，佢哋更加唔想履行合約。一早沽咗期貨嘅農夫，本來係等住收錢嘅，而家佢哋收唔到錢，好嬲，就將嗰啲買家告上法庭。好快，每個城市嘅花市交易商就派代表去阿姆斯特丹嘅國會嗰度談判，希望可以將佢哋嘅損失減到最低。本來國會係唔想理佢哋，叫佢哋自己買賣雙方達成協議。佢哋建議所有嘅買家只需要俾1成嘅金額就可以取消期貨合同。啲農夫當然唔接受，買家覺得而家啲鬱金香都唔值錢，要我俾咁多錢去買，對我唔公平。甚至有啲買家認為呢一個係一個陰謀，有一啲黑暗集團喺度呃緊佢哋啲錢。如果唔係，點解一個買家都揾唔到啊？跟住國會做咗研究，佢話大部分嘅合約都係喺11月進行嘅，咁所以國會喺2月24號頒布法令，11月之前嘅期貨合約同埋喺價格高峰期，即係11月30號之後嘅所有期貨合約，都可以俾10% 嘅違約金去取消單交易。但係所有喺11月做嘅期貨合約都要履行承諾。呢個法令令到沽貨嘅人就好唔開心，因為原本將期貨合同就已經定咗價錢同埋日期交收，沽貨嘅農夫就已經再唔使承受價格上落嘅風險。無論價錢升定跌，買家都應該要以合約嘅價錢嚟買貨嘅。價錢升咗，買家就賺錢；價錢跌咗，買家就輸錢。而家買家俾違約金就可以走人，唔使承受價錢下跌嘅風險。
但係農夫就要面對價格下跌而帶嚟嘅虧損。本來張合約係話以1000荷蘭盾賣出一棵鬱金香嘅，而家只係收到100荷蘭盾，個數目相差非常遠。但係國會話你可以再攞棵鬱金香去賣㗎。事實上係之後已經好難再揾買家。簡單嘅解釋係國會將11月之前嘅期貨同埋11月之後嘅期貨變咗做期權，咁樣買家就有權選擇是否執行交易嘅承諾，所以期權就係咁樣衍生出嚟㗎喇。國會話11月嗰啲期貨要履行承諾，咁農夫就揾嗰啲買家嚟完成交易。第一個買家就同農夫講：我嘅第二個買家冇俾錢我，當我收到錢嘅話，我就會同你做交易。而第二個買家重複翻嗰番說話，佢講：第三個買家冇俾錢我，當我收到錢嘅話，我就會同你做交易。就係咁，一個推一個之後，絕大多數嘅期貨合約都冇成交，都係違約嘅。農夫就將啲買家告上法庭。同樣，借錢炒孖展嘅人亦都唔還錢，咁放貸嘅人就將啲借錢嘅人告上法庭。當時荷蘭嘅最高法院收咗好多鬱金香交易嘅訴訟，佢哋睇咗之後就認為嗰啲鬱金香交易絕大多數都係鄰居同朋友聚埋一齊喺度做交易，放貸嘅人都係社區裏面嘅人，所以鬱金香交易就係啲親朋戚友聚埋一齊喺度賭博。根據當時嘅荷蘭法律，因為賭博而欠下嘅債務係唔受法律保障，借款人係可以唔還。而其他鬱金香交易嘅訴訟呢，係社區嘅問題，所以應該由市政府嘅法庭去處理。荷蘭最高法院係唔會接受任何鬱金香交易嘅訴訟。根據歷史學家講，鬱金香泡沫之所以爆破，係因為供應過剩。2月5號第一次拍賣嘅時候，啲人唔知有幾多供應，但係已經吸引咗大量嘅買家去競投。原來願意出高價去買嘅買家喺嗰日已經買晒。之後當大量嘅鬱金香湧出市場嘅時候，又冇咁多買家，價格就會暴跌。泡沫爆破之後，絕大多數嘅鬱金香交易最終買家係俾咗3% 到10% 嘅違約金，視乎合約嘅金額大小而定。交易取消，所以係冇大額嘅金額轉手，完全係反映咗佢哋所謂嘅瘋嘅交易。過去嗰幾個月一直喺度炒賣西北風，大家聚集喺個酒吧度飲酒吹水，幻想緊迷人嘅鬱金香開花嘅時候，大家可以賺到幾多錢，就好似喺度開緊一個迷幻派對一樣。咁究竟邊個損失最大呢？農夫嘅損失係最大嘅，有幾個新嘅花場要執笠，因為佢哋係近期先買花球徑嚟種，佢哋嘅成本係比其他嘅花農都高好多，所以當佢嗰啲鬱金香賣唔出嘅話，就真係血本無歸。荷蘭有6個人申請破產，但係冇證據顯示有1個人係因為鬱金香價格暴跌而要破產嘅。可能當中有人係預計自己賣咗鬱金香之後可以收到啲錢，而提早借錢買咗其他嘢，而導致到破產，但佢絕非因為鬱金香交易而破產。雖則係咁講，始終有人用土地嚟換一棵鬱金香，
亦都有人用咗所有嘅積蓄去買鬱金香，所以有好多人係面臨經濟嘅困難。荷蘭嘅經濟亦都因此而衰退。當時嘅荷蘭政府就印咗啲小冊子，講最鬱金香狂熱嘅故事喺全國派發，就好似呢一張叫做《瘋人帽之花》。呢一幅係1637年做嘅畫，畫嘅中間係一朵用橡木做嘅漁人帽，帽裏面坐住一啲人，佢哋圍住一個天秤喺度綁緊啲鬱金香花球。橡木外面插住支旗，旗上面畫咗兩個打緊交嘅傻瓜，旗下面有一個女子叫做 Flora， 騎住隻驢，帶住一啲人，準備入去個帳篷裏面。最右手面有3個農夫，一個係笑笑口，代表佢係賺到錢；另外一個最右手面嘅呢係愁眉苦面，代表佢賺唔到錢。另外烏低身嗰個就正喺度將佢嗰籃鬱金香抌落去垃圾堆度。呢一張傳單叫做劇院禁止 Flora。 點解係 Flora 呢？當時嘅荷蘭人認為用女神 Flora 嚟形容鬱金香嘅交易商係最貼切嘅。女神 Flora 係羅馬嘅花神，亦都代表青春、美麗同埋春天。但係佢仲有另外一個代表，就係生育，因為花朵其實係植物嘅生育器官，所以嗰班交易商就好似性工作者咁樣，令到好多人都好興奮。呢一幅名畫喺1637年創作嘅，叫做漁人花車。車上面插住支旗，旗上面畫咗4棵鬱金香。旗下面坐得最高嗰位女子就係女神 Flora， 佢着得好性感，佢雙手都捧住鬱金香。跟住佢嘅係一班放棄工作嘅工人。呢架車正駛向大海，帶住大家一齊走向毀滅之路。當時喺鬱金香狂熱嘅期間，有好多工人都辭咗自己份工，全職炒鬱金香。佢哋唔想過工人嘅生活，希望憑住炒賣鬱金香而當上富豪。而有好多工業亦都因此而不善經營。呢一幅名畫叫做《鬱金香狂熱的預言》，畫家用馬騮嚟代表炒賣鬱金香嘅人，象徵係非理性同埋愚蠢。由左手面開始講起，左上角有一群馬騮喺度食緊好豐富嘅餐，就好似啲交易商喺酒吧聚會一樣。喺下面有一隻馬騮喺度讀緊一張清單，另外一隻馬騮就指住啲鬱金香。佢旁邊有2隻馬騮握手，表示同意交易。而其中一隻馬騮，佢係帶住把佩劍，代表佢係有社會地位。旁邊有一隻馬騮，一隻手舉起鬱金香，另外一隻手舉起個錢袋。佢前面有一隻馬騮，膊頭上面企住一隻白色嘅貓頭鷹。貓頭鷹本來係代表智慧，但係貓頭鷹係夜晚嘅動物，喺日頭佢係盲嘅，所以喺呢度佢係代表咗愚蠢。佢嘅隔籬有一隻馬騮喺度稱緊啲花球徑，有2隻馬騮喺度數緊錢。右手面有隻馬騮因為債務問題而被帶上法庭，而右下角有隻馬騮就向住2棵曾經價值不菲嘅鬱金香嗰度屙尿，上面就有班馬騮抬住個棺材去墳場。呢一幅畫喺2020年4月攞出嚟拍賣，估價係25萬至到35萬歐羅，最終冇公布到拍賣嘅價錢，所以唔知道賣咗幾多錢。睇咗咁多諷刺鬱金香狂熱嘅畫作，
你都可以明白到喺嗰陣時，當泡沫爆破之後嘅荷蘭人係幾咁討厭鬱金香。佢哋認為鬱金香係代表咗貪婪、欺詐同埋瘋狂。喺呢一次鬱金香事件裏面，有智慧嘅人失去理智，一般人都變得愚蠢，有錢嘅人失去財富，係一次嚴重嘅教訓。向好嗰方面睇就係，自從鬱金香狂熱之後，荷蘭成為世界最大出口鮮花嘅國家。喺2024年，佢出口鮮花嘅金額高達120億美元。如果你鍾意我嘅分享嘅話，請點讚、分享同訂閱，記得撳個鐘仔啊！拜拜。